多谢艺人。若讲俗语是有一好无两好，超级的月亮真水，伊也毋过造成天文的大漏现象。沿海地区隆中涨水，伫高雄基镇大船头，也有附近的老街菜市啊，早起7点的时开始出现这个海水的倒灌，积水上深的所在到卡岛，有真个乡亲上班的时都要冒险撩水，真个家庭主妇只能伫积水的巷内去买菜，毋若积水尔，佮落雨，民众是有够无奈。 超级月圆挂伫天顶，新标阁迷人，成真侪爱天文的民众观察，不过嘛引起海水倒叫。高雄旗津区的大关路的巷子里面，而这里呢是一个菜市场，巷子都已经积水，而且是淹到这个脚踝的位置了。高雄基镇菜市啊，巷仔内底拢积水，有乌多摆骑过去，水规个喷起来。乌巴桑妈妈撩水买菜，等下头家嘛真无奈。足艰苦，足艰苦，当然是困扰啊。无方便的啊，大项嘛无方便。 另外，基镇大船头附近，还有老街嘛积水，民众伫咧门口扫水，啊，下晡大家拢赶要上班，煞偏偏拄着海水倒叫，警察局嘛扫着风台尾。基林区为下晡7点12分海水涨起来，过1-2点钟才豆豆提起，民众讲有够危险的。阮要出来惊会跋倒，因为遮老人足侪。受到超级月圆影响，真侪沿海地区拢出现海水倒叫，屏东新乡嘛是共款。 排水敢无排水，因为海水倒叫，当地就出动抽水机来抽水。4点开始抽，大概4点的时候就抽了，就开始抽了。对，因为昨天的比较大满呐。你若想要风台过济啦，过来有风台啊，搁拄着大老棒哦，拢得饮水啊。中央气象局讲，15号之前，南高平和北华沿海地区，拢有可能会有海水倒叫造成积水，请民众若是要出门或者是做水上活动，一定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